好，大家好，天驕設計好開心嚟到啟欣苑啦，為街坊安裝咗新入伙啦，做完裝修啦，做第一套嘅呢套掩窗式嘅高清防蚊防貓網。咁啊，而家裝咗啦，開咗冷氣嘅狀態咧，咁啊，我哋可以睇一睇佢打開嘅效果。頭先咧係閂咗窗嘅效果，而家可以打開個窗，然之後個活動窗花開閂得到嘅，係啦。然之後蚊網咧依然係可以並存，有蚊網有活動窗花嚇，可以保障到景觀之餘咧高清3，可以防到出面啲蚊蟲啦、飛蛾啦、大水蟻啦、曱甴啦等等嘅飛入嚟啦。仲有，如果你屋企有養貓嘅，貓皮你唔需要啲網嘅，咁樣。仲有呢度有個鎖喎，呢個鎖咧係咁樣入去攞個匙，每個窗會跟翻嘅。然之後咧就將個鎖咁樣向邊一扭咧，咁扭咗咧，咁而家咧就開閂唔到個窗。咁你隻貓冇咁聰明，識自己去開到啲拍㗎嘛，咁所以咧就可以既防到貓嘅安全跳出窗，蚊蟲都飛唔到入嚟啦。咁另外有一個好重大嘅功能咧，我開咗先，就係咧佢係易拆洗嘅，開到90度之後，有時一滴咧，呢個網咧就好輕鬆拎出去廁所沖洗啦。但有一樣嘢留心，啲個角比較尖啲嘅嚇，咁啊啲家庭啲家私啊，啲小朋友撞角嘅時候咧就小心啲，係啦。洗乾淨沖洗咗，其實任何啲清潔劑就即係唔好用好強酸嗰啲啦嚇，飲啲滴露啊漂白水開稀咗抹一抹佢，用啲花灑肥佢乾淨咗就可以清潔完㗎啦。然之後咧對洗完之後等佢勁條水啦，擺翻上去，倒翻個角度其實好簡單。我高大少少咧就易入啲如果唔係咧屋企人幫手，咁扶住佢咁擺翻落去，咁已經係可以裝翻上去嘅啦咁呢啲係316不鏽鋼網咯用10年8載都唔會變形變質嘅或變色嘅咁樣就唔會生鏽，非常之暢順咁襟用啦咁隻色咧就同啟欣苑本身框嘅色係好接近嘅。咁由於要做保留嘅活動窗花啦，師傅咧就要喺背脊上邊加設一啲接近色嘅香檳金色嘅底框，因為冇銀色底框，香檳金色嘅底框墊翻高，避開啲窗花。咁做此咧就可以活動窗花同埋我哋呢隻蚊網並存啦。好，咁呢間屋咧就係總共裝咗9隻窗啦咁我逐隻好快睇翻，其實隻一樣嘅。廳有2隻，氣窗要做都得嘅，但就客人就平時就好少開晒氣窗，就唔選擇安裝啦。咁好簡單，再睇埋其他房嘅效果啦。呢一個窗咧就做咗一隻網包住2隻窗嘅效果，可以咁做嘅。由於個客人嘅一條路軌裝喺上面，唔係裝入邊咧，咁活動咧就唔會撞到路軌啦。咁可以咁做。好，另外呢一邊嘅窗係同款啦，做咗一隻窗包住下面窗，依然活動窗花可以開閂得到嘅。咁我就唔詳細講解啦，其實隻一樣嘅。咁好快睇埋其他啲窗嘅產品啦，例如廚房。廚房一樣啦，由於咧呢個廚房就要小心啲，因個尺寸有時客人個抽油煙機咧就會出少少，就令到佢即刻開閂唔到嘅咯喎。咁客人揀呢個抽油煙機非常之靚啦，又薄又靚又細纖巧，啱啱好呢個位置咧就開閂咗好靚仔啦。咁廚房好緊要就係要隨時拆洗喎，要拆咗出嚟洗嘅時候咧，咁好快裝翻上去，因為油煙。隔離就係煮食嘅爐灶啦，油煙度大，經常性都係黐滿油嘅，咁所以咧拆洗對於你嚟講好緊要咁裝翻上去拼翻上去就 OK 啦。好，最尾去埋個廁所，一樣嘅概念嘅啫，就係2隻窗啦氣窗冇做。咁我呢間屋總共做咗9隻窗，同一款嘅產品都係呢隻漢莎漢莎意大利嘅牌子316高清不鏽鋼網，係最適合啟欣苑呢種居屋嘅設計嘅。咁所有嘅窗活動窗花好保留翻。好啦，咁如果你覺得你屋企係啟欣苑啦，中意我哋天驕設計所做嘅產品，啱你屋企嘅，揾我哋特尺訂做啊！多謝晒。